柴灣道位於東區，西接筲箕灣道，東接小西灣道，全長3.1公里。柴灣道沿住筲箕灣至到柴灣依山而建，連接柴灣至到香港島嘅其他地方，例如係連接通往石澳同埋赤柱嘅大潭道，通去港島中區嘅東區走廊，同埋通去筲箕灣太古城嘅筲箕灣道。每日嘅交通流量最高達到2萬架，可以見到柴灣道喺東區嘅重要性。柴灣道喺1940年已經通車，原本係香島道嘅一部分，連接筲箕灣同田灣。當時大潭道以東嘅柴灣道非常之窄，兼路面彎曲，難以容納大型嘅車通行。40年代尾，大陸爆發內戰，大量嘅難民移居嚟香港。為咗解決大量移民湧入所帶嚟嘅住屋同埋就業問題，香港政府喺柴灣設立咗工業區同埋徙置區。隨住柴灣地區嘅發展，柴灣道逐漸被拉直同埋擴闊。喺柴灣華人永遠墳場第一期完成咗之後，政府清拆咗柴灣平房區嘅木屋，去起咗可以供單線雙程行駛嘅新柴灣道。50年代尾，政府對筲箕灣道至柴灣道迴旋處進行咗大規模嘅擴闊工程，將條路改建咗成而家嘅雙程分隔路，部分嘅路段設有2條至到3條嘅行車線。舊柴灣道嘅路段亦都因此完全消失。1961年，香島道被拆分為8份，並分別命名，其中柴灣道被併入咗大潭道以南嘅部分。呢一段嘅路喺後來正式命名做柴灣道。喺東區走廊同埋港鐵港島線啟用之前，柴灣道曾經係柴灣對外嘅唯一通道。70年代，柴灣嘅人口已經去到8萬人，並設有大量嘅工廠。柴灣亦都逐漸咁樣由徙置區轉型做工業同埋住宅區。柴灣最初嘅公屋包括柴灣村同埋興華村第一期，但係呢2個屋村喺而家已經被拆除之後重建。為咗應對市民對住宅嘅需求，同埋配合當時起緊嘅港鐵港島線，政府同埋發展商喺80年代開始大力咁發展區裏面嘅住宅建設同埋相關嘅基礎配套設施，去滿足市民嘅唔同需要。1985年，地鐵港島線正式投入營運，柴灣站亦都同時啟用，坐落於柴灣道迴旋處隔離。1989年，東區走廊第3期通車，終點由原來嘅筲箕灣延伸至柴灣，大幅咁縮短咗柴灣來往銅鑼灣乃至係港九各區嘅車程，並改善咗柴灣道嘅交通擠塞問題。柴灣道介乎筲箕灣道嘅一段平均斜度達到1:10，被稱為柴灣斜。柴灣斜嘅下行路段曾經發生過多宗嘅嚴重意外，為咗提高道路嘅安全，政府自20世紀後期開始進行咗多次嘅重建同埋改善工程，包括重鋪咗部分嘅混凝土路面，同埋增設咗交通燈位。柴灣道憑住佢重要嘅地理位置同埋交通功能，成為咗連接柴灣至到其他地區嘅重要道路。隨住不斷嘅改善同埋擴建，柴灣道嘅交通安全同埋通行效率得到大幅嘅提升，對柴灣同埋周邊嘅地區發展作出咗重要嘅貢獻。